个社区特色公益作品，充分发扬了我们台湾农村在地公益特色与精神。不管说从陶艺、竹编、蔺草，还有一些饰染、茶染，非常的多元。我们希望农村的这一些工艺能够来销售，能够走入市场，来增加社区的收入，让社区能够活化，年轻人能够回来，是这样。以前那个水保局给人家观念都是对，做动头球嘛，对，现在都不一样。其实在一个社区最基本的工程就是水保局的专业，但是每个社区的条件不一样，社区的发展也不一样，很多元。它可能要从产业，要从公益，或者从文化来切入。应该社区有自己的想法。那水保局推动农村再生，就是要由下而上，顺着社区的想法来推动。产业的我可以找我们农委会相关的机关来帮忙，农村公益的我可以找像公益中心来帮忙，像文化的我可以跟文化部来结合。因为社区是一个很多元的，尤其现在在长照这一块我们也应该跟卫武部一起来合作。现在的工作就是大家要跨域，要整合，让整个社区能够从以水保局为平台，由水保局来找这一些相关的单位一起来协助社区，也能够减少社区这样奔波啦，找这一些单位找不到，他也能够很容易的来完成他想要达成的一些工作的做法啦、想法，这样社区才能够更顺利的来推动。特别就是亲自来到社区，然后体验社区的公益的一些就是在地生根的文化，我觉得很棒，很新奇的体验这样子。对。你是哪一个社区的？我是拓展文教基金会，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来参展的作品是以陶艺来做一个公益的形塑社区的一些特色，对。进来烧，进来，对，出去，对，慢慢。